歡迎各位觀眾收睇流行都市。正所謂咧，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我哋嘅身形體態咧，其實係受遺傳因素影響嘅喎。其實好多父母咧，佢好正常嘅，但係喺小朋友咧成長嘅時候咧，有啲生得高，有啲生得矮，咁點處理咧？今日咧，我哋請嚟兒科專科醫生徐子君醫生咧，同我哋探討下兒童身高嘅迷思喎。歡迎你。你好啊，徐醫生。徐醫生 Hello， 你好。請坐，徐醫生。徐醫生想請教一下，小朋友生得矮算唔算係一個病態嚟嘅咧？咁其實生得矮咧就唔算係病嘅，咁但係如果小朋友個身高遠遠低於即係同齡比較真係較矮啲，或者佢哋嘅生長速度慢咗啦，咁可能講緊1年嘅高度細過4 cm 嚇，咁我哋就要擔心會係啲病因嘅問題啦。咁譬如可能小朋友會唔會係營養不良啦，或者係一啲嘅講緊啲長期病，譬如腎病啊，一啲基因染色體嘅問題啊，甚至一啲內分泌嘅問題，甲狀腺唔夠啊，又或者真係生長激素缺乏症等等啦。咁如果啲小朋友咧調翻轉咧生得特別高咧，又要唔要擔心嘅咧？咁好少屋企人會擔心自己小朋友係生得高嘅，係啦。咁但係咧，如果父母本身唔係太高，咁但係即係自己個小朋友咧就係班裏邊數一數二咁高喎，咁我哋要諗下啊，小朋友有冇機會真係提早咗發育啦？咁所以都要密切留意住嘅。衞生署有一個小朋友嘅成長嘅高度發展嘅，佢點樣睇嗰個圖嘅咧？係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最新嘅圖表嚟嘅，咁係喺即係幾年前即係透過攞咗2萬個以上嘅小朋友嗰個嘅生長嘅分析數據去得成。呢個係香港嘅。係啦，香港嘅。咁我哋咧就需要比較翻究竟即係同年齡啊、同性別、同種族去比較咯。咁如果個身高嗰個高度嘅話咧，喺個圖表2% 或以下，2% 或以下咧，咁我哋就為之身材矮小啦。咦？咁如果啲小朋友咧長期嗰個生長線咧都係貼住最低嗰1-2條線咧，咁佢連嗰個成個發育階段嗰個發展都係咁上下喺嗰度咁樣黐住嚟發展咧，咁又要唔要擔心咧？咁其實如果由頭到尾都係沿住頭有1-2條線生長嘅話咧，其實就未必需要太過擔心，因為如果佢哋都係身體健康啦，其他個腦部發展都正常嘅話，咁但係咧，我哋都會建議繼續密切追蹤住呢一班小朋友個生長發育嘅。一般嚟講啊，佢哋要監察住佢嘅時候，咩年歲睇佢最好㗎？通常講緊可能係即係3-4歲，其實如果發覺都係比較開始矮、比較偏矮，或者甚至你覺得佢係即係生得慢咧，其實都要即係睇醫生睇住即係追蹤住㗎咯。有冇公式推算嘅咧？有嘅，咁講緊咧就譬如男仔，我哋講緊嘅個遺傳身高中位數啦。男仔嚟講咧就係媽媽嘅身高，媽媽嘅身高加爸爸嘅身高，爸爸身高再加13，再加13，係啦，然後全部除2，全部除2，係啦，咁就係一個男仔嘅遺傳身高中位數。咁如果女仔係啦，如果女仔咧就係又係媽媽身高加爸爸身高減13厘米，係啦，咁就再除2，係咁就係一個女士即係個最終嘅個成人身高中位數啦。因為發覺咧原來有90%小朋友咧佢哋個最後嘅成年身高咧都係落入喺呢條公式嘅計算範圍之內嘅。我知道咧韓國有啲家長咧都會安排小朋友打增高針嘅喎，其實係乜嘢嚟嘅咧？又安唔安全嘅咧？咁其實增高針咧就係一種嘅就係叫做生長荷爾蒙針嚟嘅。咁希望咧就透過打呢個藥物喺小朋友嘅身上啦，提高翻佢血液嘅生長激素水平，去刺激翻一啲未閉合嘅生長板身上嘅。咁如果即係喺一啲適合嘅個案度使用咧，其實對於佢哋嗰個身高增長其實有正面嘅幫助嘅，真係。未閉合啊？睇得到佢有閉合唔閉合嘅咩？咁譬如咧，就如果係講緊呢一個生長板啦，嗱呢個係6、7歲、7、8歲小朋友嘅生長板嚇，咁發覺咧其實佢哋嗰個生長板係未閉合嘅，見到咧有箭嘴指住，嗱見到箭嘴指住嗰度咧係骨與骨之間有個虛位嘅。有個虛位嘅嚇，咁呢啲就係未閉合嘅生長板，咁所以咧，如果呢堆小朋友接受生長激素治療咧，的而且確係會有效果嘅。咁但係咧，到另一邊啦，咁發覺咧之前呢邊虛位全部其實已經係叫做鈣化咗啦，已經冇咗嗰個虛位啦，咁呢啲生長板就叫做完全閉合啦。咁其實咧就再打增高針咧，其實都冇效果嘅。咁一般嚟講咧，男仔嘅生長板咧大約係16歲閉合啦，女仔咧就14歲嘅。如果係一個成人覺得自己好似比較矮啲喎，咁係咪就已經唔可以打呢個針咧？係啊，咁所以咧就要及早啦，係啊。咁臨床上遇到嘅
通常小朋友邊啲類型嘅小朋友你會用呢個增高針打咧？係啦，咁你好多時候真係講緊係即係父母覺得佢真係比較好細粒啦，又或者係真係發覺佢哋嗰個生長個速度係好慢啦，係啊，就係真係發覺我哋永遠都喺班裏邊頭嗰一兩個係啊，咁同埋就係生長線上係頭嗰即係一兩條線，咁佢哋就會帶你去嚟即係睇醫生啊，做檢查啦嚇。咁我哋打針嗰啲通常都可能係真係一啲嘅好多係一啲遺傳性嘅矮小啦，一啲不明原因矮小症啦，又或者講緊咧即係出生少於胎齡而即係後來追趕唔上，或者係有一啲真係生長激素缺乏嘅小朋友咯。哦，咦？但係咧啲家長聽到激素咧就會好擔心噶嘛。咁其實呢啲生長激素咧安唔安全？生長激素呢個激素其實人人都有分泌嘅，咁係喺我哋腦部有個結構叫做腦下垂體前葉分泌嘅一隻荷爾蒙嚟嘅。咁佢最主要嘅作用咧，真係咧去促進翻我哋肌肉啦同埋骨骼嘅生長啦。咁其實原來佢對於我哋嗰個血糖嘅調節啊、脂肪新陳代謝都好有用。不過當然小朋友即係最重要就係嗰個身高嘅生長啦。咁呢隻藥物咧用咗好多年㗎啦，即係你睇翻可能都有成40年啦。咁所以咧佢嗰個效用啊，或者甚至佢副作用其實都有好多記載。咁正常人嚟講就係即係安全嘅。點樣打法咧？係啦，咁咧就個打法嘅話咧，其實就即係最早嘅時代就可能係有支藥水啦，要攞支針筒去抽藥啦。咁到後期我哋就可以有啲筆形嘅注射器啦，合作即係簡單啲嚇。咁可能擺支藥水落去，上翻個針嘴，跟住校翻我哋所需嘅劑量去打嘅。新穎啲嘅話咧，就係講緊呢個嘅電子智能注射器啦。咁佢嘅好處嘅話就係即係因為可以睇得到即係究竟有冇打到針啦，同埋就唔使每次再調校。咁同埋咧，佢擺咗個針落去之後咧，好多時打嘅時候其實你係唔會見到支針嘅，咁所以就減少小朋友對於即係打針嗰個恐懼。幾耐打一次啊？需要每日喺屋企進行皮下注射。每日打？係啊。打幾耐啊？咁樣？咁一般嚟講，我哋建議小朋友最少要打1年啦，嚇咁去睇下究竟有冇即係作用咁樣。要高幾多先叫做啱數啊？要高幾多要啱數咧？咁就視乎翻佢即係本身佢1年之前即係未打針之前係高幾多啦。咁打咗針之後即係高多咗1-2 cm，其實我哋都覺得有效噶咯。哦，係啊。咦？咁打喺邊啲地方嘅咧？咁係一個皮下注射嚟嘅，好多時候咧，我都講係打喺大腿外側啦，咁或者係有啲會中意打 pat pat 啦，或者手臂外側。政府有冇資助呢個針劑㗎？咁如果要受到資助嘅話，其實真係有某一啲嘅病因嘅原因啦，譬如講緊啲嘅生長激素缺乏症啦嚇，另外就係一啲嘅某啲嘅基因嗰啲問題。如果咧打咗呢個針咧個效果好嘅話咧，咁小朋友成個發育階段去計啦，咁其實咧平均可以高到幾多咧？其實治療嘅效果真係因人而異嘅嚇，咁同埋視乎翻背後嘅原因。咁如果係真係嗰啲確診咗生長激素缺乏症而打呢個針咧，個效果係真係幾顯著嘅，1年高到成8至10 cm。哇，10 cm 啦，好高喎！咁佢打到幾時啊？即係視乎翻繼續有反應，咁可能就繼續打啦咁樣。咁但係咧如果唔係真係一啲生長激素缺乏症嘅情況，譬如可能啲嘅營養不良啦，或者係講緊不明原因矮小性啊、遺傳性嗰啲問題啊，或者啲慢性疾病嗰啲咧，咁如果打呢個針嘅效果就未必有咁好。不過咧，一般嚟講打3至5年咧，其實都高到4至7 cm 嘅。哦，但係咁喎，徐醫生，市面上咩有咩增高奶粉啊、增高營養素啊嗰啲咁，其實有時啲家長咧擔心嘅時候咧，去食用呢啲又會唔會安全咧？咁你睇下小朋友平時嗰個飲食習慣啦。如果發覺佢平時真係食得好少嘅，咁或者好偏食嘅，咁其實佢哋真係會缺乏咗即係一定程度嗰啲微量元素啊、維他命啊、礦物質等等啦。咁食一啲營養補充品咧，的而且確會幫得到佢哋個身高增長嘅，即係或多或少有啲幫助啦。咁但係即係家長就要注意翻，究竟嗰個補充品究竟啱唔啱翻小朋友個歲數啊？佢哋嘅服用嘅劑量會唔會真係即係過咗量啊？咁你都知道有時候大家知道 ABC 可能大家都一個即係幾好嘅營養品牌啦，咁但係咧，如果3者一齊使用嘅話咧，咁可能就會過量。咁小朋友咧係個生活習慣，譬如佢係瞓幾多啊，幾點開始瞓啊，或者係做啲咩類型嘅運動咧，先至會令到佢生得高啲咧？嗱，其實嗰個小朋友嗰個身高啊，或者體型嚟講咧，其實就受到遺傳因素啦。咁後天嘅生活習慣好重要啦。咁我哋都建議真係要均衡飲食啦，充足嘅睡眠啦嚇。咁瞓覺嚟講咧，其實我哋建議真係可能喺即係10點前就應該要上床瞓覺啦。咁其實因為咧，我哋身體嗰個生長激素分泌咧最嘅高峰真係喺呢個午夜時分，講緊可能10點至2、3點呢段期間。咁我哋建議係要瞓着咗嘅喎嚇，因為咧熟睡咧先至能夠令到呢個生長激素分泌咧係夠多嘅。咁可能幼稚園學生建議一日都應該要瞓到10個鐘啦，小學嘅9個鐘啦嚇，中學生可能都8個鐘啦。咁運動方面咧，有冇話做咩類型嘅運動會好啲啊？
咁其實咧，我哋諗得出嘅運動咧，其實多數都係可以幫助到即係身高嘅增長嘅。譬如講緊游水啊、跑步啊、籃球啊、跳繩啊呢啲都可以嘅。咁當然啦，如果有啲運動能夠幫助到全身嘅伸展嘅，咁的而且確可以鍛鍊翻全身嘅肌肉啊、骨骼嘅發展啦。但係就記得即係盡量唔好即係過量啦，或者即係過分負重啦。因為如果真係過量、過分負重咧，其實真係會勞損咗我哋啲肌肉啦，甚至傷害到我哋嘅關節軟骨嘅。記得啦，小朋友咧最好就10點之前好瞓啦。今日咧多謝晒徐醫生嘅講解。如果大家有疑問咧，記得問翻相關專業人士或者醫生啦。